大家好，最近《尋秦記》電影版上映，令我諗起20幾年前斷斷續續咁睇咗20幾集電視劇《尋秦記》。當時我喺中學教緊書，工作繁忙，未能睇足全部40集。而家退咗休啦，上星期喺網上由頭到尾睇晒全劇。秦朝歷史有一大懸案，就係秦始皇嘅親生父親係秦莊襄王嬴異人呢，定係呂不韋呢？電視劇《尋秦記》話，秦王政既唔係嬴異人嘅親生子，亦都唔係呂不韋嘅親生子，而係寡婦雅夫人嘅仔，好有創意啊！今日我同大家透過學術分析，睇下秦王政最大機會係邊個人嘅親生仔。首先講下秦王政是呂不韋的親生骨肉之說嘅依據。唔知道由幾時開始，民間就流傳話秦王政係呂不韋嘅親生骨肉。喺西漢初年，即係秦始皇死咗之後100幾年啦，太史公司馬遷將呢個故事記載喺佢撰寫嘅《史記》之內。據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所載，呂不韋喺趙國首都邯鄲經商嘅時候，結識咗喺趙國當人質嘅秦國王子嬴異人，認為奇貨可居，決定傾千金助嬴異人反秦國繼位，自己就可以有權有利啦。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又載，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，知有身，子楚即係嬴異人啦，從不委飲，見而悅之，因喜為壽，請之。呂不韋怒，念業以破家為子楚，欲以吊其，乃序獻其姬。姬自溺有身，至大其時，生子正，子楚遂立姬為夫人。呢度見而說之嘅說字，同豎心邊嘅悅字，古時係同音字。古時寫同音字唔算錯別字，係可以相通嘅。因喜為壽嘅為壽一詞，唔係解作祝壽，而係解作敬酒。念業以破家為子楚一句，唔係話呂不韋已經破產，而係話呂不韋已經花費咗大量家財幫助子楚嘅意思。正因為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呢一節嘅記載，漢朝及以後1000幾百年，秦始皇係呂不韋私生子之說已經深入人心，未聞有提出異議者。《史記》之後嘅一啲史書，例如班固嘅《後漢書》同埋司馬光嘅《資治通鑑》等等，都同意秦始皇係呂不韋嘅私生子。大家睇下下面秦莊襄王同秦始皇嘅畫像，佢兩人嘅樣貌頗為相似，兩人都係頭大面肥，濃眉大眼，高額角。其實呢啲畫像都係唐代以後嘅畫師按照唐代歷代帝王圖想象繪製嘅，畫師根本未見過秦莊襄王同秦始皇嘅真正容貌，所以以畫像判斷兩人係咪親父子並唔準確。跟住講下秦王政係呂不韋親生子呢個傳說係始於何時？東周列國志有咁樣嘅講法：樊於期勸秦王政嘅弟弟成繳叛亂，並為佢寫咗一篇檄文，以說明起兵叛變嘅原因。檄文有以下嘅內容：今王政實非先王之志，乃不韋之子也。此以懷身之妾，巧惑先君，繼以奸生之儀，罪蒙脅人。東周列國志又話，樊於期將檄文四下傳佈，秦人多有聞說呂不韋進妾之事者，及見檄文內懷身奸生等語，信其為實。其實
《東周列國志》並非史書，佢係明朝末年余紹瑜同埋馮夢麟所撰寫嘅歷史章回小說，係繼《三國演義》之後另一部著名嘅章回小說。《東周列國志》所講嘅核文乃子虛烏有，純屬虛構。我認為喺秦王政滅六國之前，最少喺秦國境內應該係冇秦王政係呂不韋私生子嘅傳聞嘅。秦王政應該深信自己係秦莊襄王嘅親生子，因此佢對同父異母嘅弟弟成蟜非常之關顧同埋重用。喺登位後5年，就派年僅10幾歲嘅成蟜做一件優差，就係到韓國接收韓王所割百里之地。事成後，封成蟜為長安君。仲有秦王政9年，即係公元前238年，嫪毐與太后淫亂私通，生有二子之事，東窗事發。嫪毐原本係呂不韋嘅門客，係呂不韋推薦嫪毐俾太后做男寵嘅。呢件事牽連呂不韋，秦王政本來想處決呂不韋嘅，但係念在呂不韋助先王登位有功，而且有唔少客卿為佢求情，秦王政乃免佢一死。史記呂不韋列傳又載，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，請聞信侯，即係呂不韋啦。秦王恐其變，乃賜聞信侯書曰：君何功於秦？秦封君河南，食10萬戶。君何親於秦？號稱重父，其與家屬徙處屬。呂不韋自度稍侵，恐誅，乃隱甚而死。呂不韋若果係秦王政嘅親生父親，秦王政何以不念親情，一度想處死呂不韋呢？其後又對呂不韋受諸侯賓客敬重有加而感到不安。呂不韋若果係秦王政嘅親生父親，秦王政應該唔會擔心年已57歲嘅父親會奪取自己嘅皇位嘅，而且念在親情，佢應該唔會對並無叛變跡象嘅親生父親起殺機嘅。有人或者會話，秦始皇係暴君，佢眼中只有權力，點會念乜嘢親情呢？細看歷史記載，年輕時期嘅秦王政唔單止虛心納諫，而且頗念親情嘅。例如太后與嫪毐淫亂私通生子之事，秦王政喺盛怒之下仍然冇殺害親母，只係將佢遷居於雍地。後來客卿茅招進諫，勸秦王政迎回太后，秦王政接受勸諫，親往雍地迎回太后，修復母子關係。太后最後得享天年。秦王政對於做出咁丟臉之事嘅親母仍能寬恕，而對於冇做出任何叛亂之舉嘅親父，又點會隨之而後快呢？合理嘅判斷係，秦王政、呂不韋同太后都深信秦王政係秦莊襄王嬴異人嘅親骨肉，而當時秦國上上下下都冇秦王政係呂不韋私生子嘅傳說。秦王政係呂不韋私生子嘅傳說始於何時呢？因為欠缺史料，而家難以考證。呢個傳說必在司馬遷寫史記之前，可能係秦滅趙國之後。趙國人有亡國之痛，而呂不韋喺邯鄲獻姬與嬴異人之事，趙國人應有所聞，於是穿鑿附會，話趙姬有身孕之後，先至被呂不韋獻俾嬴異人。史記所在，姬自溺有身，何以不可信？史記係正史之首，一般人認為史記所在應屬可信。其實史記所在如果有官方文書記載之事，可信度係較高嘅。但係冇官方文書所在之事，特別係人們口耳相傳嘅事，有唔少係令人懷疑嘅。
例如《史記》記載項羽勇猛善戰，被漢軍包圍嘅時候，項王乃辭復斬漢一刀位，殺數十百人。喺冷兵器時期，一次過殺數十百人，實在令人難以置信。司馬遷呢一節簡直就係喺度寫緊武俠小說啦。關於秦王政乃呂不韋私生子之事，只見在於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，而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則在秦始皇帝者，秦莊襄王之子也。莊襄王為秦之子於趙，見呂不韋姬，悅而取之，生始皇，並冇姬自稷有身嘅記載，明顯同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所在唔一致。即使係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嘅記載，亦都有互相矛盾之處。問題出喺呢一句：姬自稷有身，至大奇時，生子正，子楚遂立姬為夫人。大奇係咩意思呢？據孔永達《春秋左傳注》所講，10月宜產，婦人大奇。中國自古有10月懷胎之說，而家睇嚟呢種講法唔係咁精確。近代科學昌明，如果知道何日受孕，預產期就喺受孕後38週，即係266日，實際懷胎接近9個月。若果唔知道受孕日，咁由懷孕前最後一次經期之後計起，預產期40週，即係280日。婦人通常喺下次嚟月經前14日排卵嘅，排卵嘅前5日同後4日係受孕期，所以懷孕前最後一次經期過咗之後，大約12日至到17日係受孕期，實際懷胎係大約9個月為足月，否則就係早產或者遲產。古人唔知道乜嘢係排卵期同受孕日，婦人發現有身孕嘅時候，知道已經懷孕個幾兩個月啦。嗱，實際上應該冇2個月嘅，跟住大約8個月之後，胎兒就出生啦。個幾兩個月加8個月，所以有10月懷胎之說啦。史記既然話至大奇時，趙姬生子正，咁嬴政係足月出生嘅。以當時嘅人10月懷胎嘅概念，趙姬歸嬴異人之後，最少10個月後先至臨盆生嬴政。但係司馬遷前面又話姬自稷有身，咁唔係自相矛盾咩？如果姬自稷有身，佢歸嬴異人之後約8個月生嬴政，咁嬴異人一定會懷疑嬴政係唔係自己嘅親骨肉，或者有人以為蠢啊嘛，容易受到呂不韋同埋趙姬嘅蒙騙。咁係未讀過史籍所在嬴異人嘅行狀，而對佢嘅錯誤觀感。據《戰國策》嘅記載，嬴異人並唔愚笨，佢按照呂不韋嘅計策，穿着楚國服裝以討好華陽夫人，而最重要嘅係嬴異人對答得體。由呢個時候開始就深受華陽夫人嘅愛護，收為繼子，改名子楚。嬴異人返到秦國之後，以賢孝而得到安國君同埋華陽夫人嘅痛愛，譽為諸王子第一。嬴異人唔單止喺秦國聲譽日隆，又因為得到呂不韋嘅指導，名譽益勝於諸侯。嬴異人固然因為得到呂不韋嘅指導同埋安排，先至可以名聲日隆啦。但係如果佢唔係機警聰明，恐怕難以喺諸王子之中脫穎而出。仲有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話嬴政出生之後，子楚遂立姬為夫人。如果嬴異人懷疑嬴政唔係自己嘅親骨肉，佢係唔會立趙姬為夫人嘅，因為立咗趙姬為夫人，嬴政就係佢嘅嫡長子啦。將來佢做咗秦王，嬴政就係王儲啦。所以姬自稷有身只係民間傳說。司馬遷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將呢個傳說
寫咗入去，但係又將趙姬至大奇時生子正呢個事實寫埋落去，於是乎出現咗自相矛盾。可見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對於秦王政嘅身世寫得唔夠嚴謹，引致2000幾年嚟，唔少人以為秦始皇係呂不韋嘅私生子。總結啦，由西漢時期司馬遷嘅《史記》開始，一直到元代1000幾百年嚟，人們大都相信秦始皇係呂不韋嘅私生子，未聞有異議者。最早見諸文獻而對呢個說法提出質疑嘅係明代嘅王世貞，佢所著嘅《讀書後》一書咁樣講：而六國之亡人，始將其事，欲使天下之人為秦先六國而亡也。不然，不韋不敢言，太后復不敢言，而大奇之子，焉知其非形出也？王世貞寫咗《讀書後》呢本書冇幾耐，湯聘允喺佢所著嘅《史敗》一書咁樣講：二人請虎志，大奇而誕子，未必能請之時，渠有身也。雖有身，不韋豈肯輕竊之，而亦屬從之之。意思係，如果嬴異人立趙姬嘅時候，趙姬真係有咗身孕，呂不韋唔講，人哋又從何而知呢？湯聘允都諗到有人會反駁話趙姬知啊嘛，所以湯聘允補充話：如果呂不韋先至係嬴政嘅親生父親，趙姬喺趙國嘅時候應該會話俾嬴政聽嘅。咁秦王政後來冇理由會迫害親生父親呂不韋，致令佢自盡身亡嘅。清代文人梁玉成《史記志異》一書亦都指出，若果秦始皇並非足月出生，嬴異人冇可能唔知道。史記喺秦始皇本紀已經特別指出秦始皇嘅出生年月，而喺呂不韋列傳更書之，由云世皆傳不韋匿身機，其實秦政大奇此生也。指出司馬遷知道傳說有誤，於是乎刻意寫出秦王政大奇而生，並非傳說中呂不韋獻有身孕嘅趙姬俾嬴異人，只係人們誤讀咗《史記》。近代史學家錢穆喺佢嘅《先秦諸子系年》一書強調，秦始皇係呂不韋親生子之說，乃好事者為之，不可足信。近幾百年嚟，經過唔少文人學者嘅考證同分析，現時學術界大都認為秦始皇並非呂不韋嘅私生子，而係秦莊襄王嬴異人嘅親生子。但係因為文獻史料不足，呢個結論仍屬推斷。近年學術界將 DNA 檢測應用於部分範疇嘅史學研究同人類學研究，將來如果成功發掘出秦始皇墓，並且獲取到秦始皇嘅 DNA 樣本，將呢啲樣本同秦莊襄王嬴異人同埋呂不韋嘅 DNA 作出對比，咁就可以以充足嘅證據證明秦始皇嘅親生父親係邊一個啦。嗱，好啦，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係咁多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你有你講是一個分享歷史、文化、通識可以增知識、長智慧的頻道，請讚好、like、分享、share、訂閱、subscribe 及按小鈴鐘內選取我已接收新片通知。